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25，诗篇46篇11安尼讲：万军的耶和华甲阮伫地，雅各的上帝做阮的悬台。三甲来祈祷，做阮悬台，甲阮三甲伫地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全能的上帝，主爱的天父。你伫天顶设立你的宝座，你的国的权柄是正直的权柄，主爱甲诚实行伫你的面前。天顶的万军徛伫你的左右。主啊，你的目睭在看，你的目睭监察世间人。主啊，虽然环境凶恶，头前的路无明。危险也可能随时会临到，阮毋知影会拄到什么款的境况，总是主啊，阮有缘要倚靠你，阮要专心仰望你，你的手也的确要保护阮。主啊，你甲阮伫地，你要做阮的悬台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属你。